要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坐着唱就好了。把手机给我来。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中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中满了希望，只因他活。有没有台语的？因为遗忘，我会面对明仔载。因为遗忘，我无惊吓，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载。我命中我了梦，因为个我，因为遗忘，因为遗忘，我会面对明仔载。因为遗忘，我无惊吓，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载。我命中满了梦，因为一个我命充满，我命充满了梦，因为一个我。咱拍拍掌，然后归由咱的主，各位上帝，咱要来祈祷，来感恩啊，咱来承认，承认我们的罪性软弱。咱用华语来读一遍来。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到他面前，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上主，我们的上帝啊，你答应你的子民，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但你指示他们，你是宽恕的。虽然我们有罪过，咱有罪，但是这位上帝是什么？宽恕的上帝，是愿意赦免，愿意用他的自己的义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感谢这位上帝，咱来感谢这位上帝，他是慈爱的、公义的、宽恕的。他在万神之上，他是至高，他是全能。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咱若承认，咱圣经讲，咱若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啥？公义的，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的不义但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咱开声来祈祷。我上帝啊，你真听我慈爱、怜悯、宽恕我们。开你的口来祷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信实，直到永远，直到万代，也帮助我们经历你的赦免、你的宽恕。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存活。但是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慈爱。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有罗你，你是慈爱怜悯，你的慈爱到万世代，你的信实到永远，互阮会通伫遮有侪人来亲近你。原本阮是不配，但是因为你的慈爱，互
互阮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要得到你的怜悯。愿主你赐福阮，互阮会通伫基督耶稣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基督感谢佢耶稣圣名，阿妹，咱要来恳求主上帝来医治来帮助咱吼。咱人生有侪侪劳苦、重担甲病痛，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咱用台语来，毋过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为着咱的罪过受得罪。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罚，咱得到医好。哦，咱因为主耶稣，伊为着咱来付上代价，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哦，医治平安是我们很需要。咱做毋茫讲伫破病中间，咱会通经历迄个医治。这位神是听人祷告的神，阿们吗？今天要受洗的归因节，就是在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是快要没有盼望，但是大家的祷告当中，神医治了他，他能够出来在这边，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可以邀请，你可以当邀请耶稣掌权在你的生命，包括全人、灵魂体。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的长老哦，圣经说，你若有破病哦，你会当请长老来为着你祈祷哦，出于信心的祈祷，要叫迄个人好起来哦。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病痛的你可以带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头前。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是坐咧，你手放伫你无爽快的所在吼。我们的同工就为他们来祷告，来服侍嘛。按着信心来经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医治、上帝的释放、上帝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医治阮的主，你互阮伫阮的祈祷中间要来经历上帝的关怀、上帝的医治、上帝的保护。阮谦卑来追求你，主啊，你恩典充满，这样下日姊妹经历你的医治。主你医治阮，即时就伫因的灵、你的身躯、伫因的这灵魂内底来拯救因、来医治因、来透光因，奉主的名，主因手放伫迄个病痛的所在。主啊，你是超越自然的上帝，你是超越自然神。主啊，你用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医治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得着医治，得着你的盼望。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谢谢主，谢谢主。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我用当心祈祷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祷告。主，你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主啊，有信的人就你的生涯技术要充满在你的生命中间。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捆绑一切在身上有疾病的，离开他们身上，让他们的灵魂体舒畅，能够享受神你的平安跟喜乐。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俺最后要为着主的礼拜，咱联合了吼，联合儿童有儿童的，咱作为伫遮要来经历上帝恩典我们用歌罗西书3章16节一起来宣告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这里讲说我们要什么？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你可以祷告，主啊，将你丰富的道真理让我存记在心里，反复思想，直到我行出来，直到我活出来，直到我经历你的荣耀。所以我们一起在这边来敬拜，来赞美，就是要跟上帝之间连结，有好的关系，有好的关系哪好，其他的好讲，对不对？所以底下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为了今天要受洗的归因姐妹还有燕腾弟兄我们祝福他们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还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同心来接受上帝成为他们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主，圣灵做他们保惠师。
灵界在看啊，你知道，当你受洗那一刻，灵界知道你的后台是谁，你的靠山是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上帝。所以，刚我别给你当不，刚我别给你看不。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来接受耶稣。我们要为的这些夏令营来营前训，我们为他们来祝福。下个礼拜就进入到我们的暑假的营会，我们愿主来赐福这些年轻人儿童。我们为总务部在规划整个场地，我们发现这个老旧的这个大楼，我们都需要有这些的整修最近也发现有白蚁有什么，我们恳求主的帮助，让我们的总务部有智慧来整个管理整个来治理。我们7月份开始我们的大楼清洁，我们的清洁干事就退休我们有委外，所以在整个适应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这个月开始我们就有恢复爱餐，让我们有规矩，让我们整个爱教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经历，也一起来负责任那愿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也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你赐下恩典，赐下慈爱，赐下荣耀。愿你的圣神充满在这栋的大楼，除去一切干扰，一切阻碍，互阮专心来敬拜你。你的圣神也充满临到在这栋大楼每一位住户，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为阮同齐组织这款的福分，来束缚在这块土地，束缚在这栋大楼，束缚在你的教会，会当成做这个城市一个束缚的管道。主啊，兴起我们年轻人、儿童，我们成人都能够成为这世代的影响力。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聚集敬拜的时候，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恩典降下，你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同在带来盼望，带来医治，带来供应，带来释放。感谢主，让我们做伙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我若要用使徒圣经，用使徒信心，我要做伙伫遮来告别阮的信仰，讲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加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
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咱三个来吟诗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请起立来吟全首。咱三个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来向你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用智慧建立地，用聪明安置天。你是阮的居所，世世代代，你是阮的上帝。伫万物未形成之前，你已经存在，直到永远。你是不变的真神，感谢主赏赐阮宝贵的性命，每一天拢是你恩待的礼物。伫日时甲暗暝，时时刻刻你拢无放杀阮，拢甲阮同在。感谢你保守，互教会的电梯换新工程顺利来完成，互各项的事工继续拢按照计划来进行。主，阮感谢你。爸啊，阮也承认阮的过错，阮的罪，互阮甲你隔绝。求你怜悯赦免阮的罪孽，恳求主用你的宝血来洗净阮，来洁净阮，佮用你的话来充满阮的灵，互阮会当继续徛在伫你面前来敬拜服侍你。爸上帝。我也恳求你教示阮有智慧的心，来明白生命的意义。互阮伫世间所存的日子，就无搁照人的情欲，是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活出主上帝你创造阮的命定，来荣光主圣名。也恳求主你来赏赐正兄姐所做的工课，拢有成果。愿你的恩典束缚伫阮每一人会拍拼，互阮的努力成做建立你国度的工具，阮的工作成做宣扬福音、荣耀你圣名的见证。恳求主你来怜悯阮的软弱甲无知，愿主圣神赏赐阮智慧甲聪明，
伫困难甲试炼中间，恳求主加添气力，互阮会当坚立徛在，得胜到有春。爸上帝，求你来保守阮众兄姐的家庭，充满着主的疼甲平安。家内大细拢欢喜，渴望军队主活出丰盛的性命。求你加添智慧甲疼心，帮助阮每一位兄姐注目伫主上帝里，用合一顺服的心来服侍你。有辛苦病痛的，求主你来安慰医治，互人会得到愿望甲恢复健康。最后，主啊，阮恳求你来看顾阮的国家甲世界，互公义甲慈爱充满伫全地。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教导启应文，启应文圣诗后面诗篇23篇来的启应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心善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谈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这时，请圣歌队来献诗，阿罗上帝。
这是来讲读上帝话，记载是诗篇90篇第1节到17节。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诗篇90篇第1节到第17节。我读台语版，国语版请看音幕。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好，恁看了我来读了吼。袂歹，大家拢很有那个吼，真好。来，第2节我继续读吼，我读就好。来，正山还未受造，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着回归土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更。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草早起时不厌，早起时发出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生气消灭，因为你的大生气惊吓。你将阮的罪过摆咧伫你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的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生气下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十，若勇行通到8十。阮会当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咧飞一百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会到你生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生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互阮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的所做拢亨通。以上，即时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互阮的心有智慧，使我们的心有智慧。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祷告。主，阮感谢俄罗你，伫主你圣的日子，阮俄罗来敬拜。愿你将一切好物赏赐予敬畏你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领受你满满的恩典。谢谢主，阮来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大家平安。那讲到智慧吼，你会想到啥物人伫圣经的内底说到智慧？所罗门吼，一开始我们就会以他为一个学习的对象，对不对？因为他向上帝求，上帝求啥？求智慧。哦，伊讲你要求啥，我拢互你啦。哦，财富啦、尊严啦、地位吼，这一些都可以给你，拢会使互你。这是人所咧求的嘛，福乐财祝寿啊，若拢互我，毋知要偌好的，然后是讲五子登科等等这哦。所以，互咱看讲，人咧追求的，你若有智慧亲像所罗门王，伊着求智慧，智慧会创造啥？甲你的边仔讲财富。哦，所以你若有一个 idea， 你若有一个想法，就会变成做专利，专利就会当可以卖钱吗？可以卖钱哦。我讲我过去一个长老，伊是一个发明家哦，即回疫情安尼，互伊赚翻了啊！因为伊是拢创造遮一寡医疗的器材，灭菌机啦，遮等等吼。哦，最近伊个来话牧师，你迄个空气滤清换足久无换，我搁寄一个来互你安尼吼。迄是伊家己发明的吼，伫医疗、伫器科吼。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非常有智慧，但是有时候聪明反被怎样？
聪明啊，无代表智慧呢吼。所以有智慧啊，就是敬畏上帝。你知影啊？伊在判断这个案件的时阵吼啊，求上帝互伊智慧，免来判断啊。足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啥？哦啊，两个妇人人对无？啊，一个拢生同时生囝嘛吼，啊一个第四囝吼，啊一个是要活的，结果咧哦去用换去哦啊，伊讲伊的，伊讲伊的，哦伊讲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伊的安尼吼。啊，分袂清啦，啊，所以伫遮来到啊，所罗门的头前，所罗门安怎断定？啊来，一支刀啊来，举来，安怎？哇，迄个要甲破做两边哦，哦，一个妈妈讲啥？好啊，出在你啦，啊，一个讲啊，卖啦卖啦，啊，伊就知影讲啥物人是迄个活的囡仔的老母啊，你知无吼？哦，所以真有智慧哦，总是吼，到伫。晚年伊真请伊啊，伊真互伊的名声地位透行城，透全世界的时阵，逐个国家拢慕名而来哦，拢来安怎？哦，啊，特别遐公主哦，看到这个所罗门就杀掉安尼吼啊，所以伫遮讲要嫁伊啊，结果你知影所罗门娶偌济某？1000个呢，几百个公主知无？700个公主啦，迄叫做妃啦，贵妃的妃啦，哦，啊几个嫔啊，人讲妃嫔，你有看迄个《后宫甄嬛传》哦，阮是讲咧哦，你就知影讲有迄个贵妃嫔妃安尼吼，300个啦，哦，迄个讲过你讲2栖部队哦。一个就要顾袂起啊，搁2栖安尼吼，哦，所以迄个袂晓诶吼，我问一个广告吼，所以伫遮咱看讲后来吼，圣经讲伊娶遮个啊，拢去安怎引诱伊，互伊啊，圣经讲贪恋啊，贪婪，台语讲贪婪，就是因为他恋慕这一些的嫔妃，过于敬畏上帝，本来伊是求上帝做智慧哦。但是因为最后呢，这一些的太太所讲要娶某吼，娶着啊是讲嫁翁吼，爱真正斟酌注意哦，因为伊的信仰的影响哦，所以圣经讲这个妃嫔吼，因为因有因的宗教信仰，所以圣经讲伊引娶也是讲，互伊伫迄中间去拜这个其他的偶像，所以开始就开始堕落，伊的王国就开始危险，他的后代啊罗波安。从他的后代罗波安，后来就怎样？王国分裂，王国的分裂。所以咱有看讲，这个人若好敬畏上帝，上帝互伊祝福哦，帮助伊，互伊国度真真强猛。所以世界各国的这拢心无心善哦，就来到他的面前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旦远离上帝，就远离智慧哦。离开上帝就无智慧，所以真可惜啦吼。这个所罗门本来是咱伫遮学习的对象，咱学头前就好吼。这个查甫人，咱莫学后壁，安尼好唔好吼？1000人吼，1000个某吼，也有法度。所以咱看摩西伊嘛咧感受讲人生实在是真短暂哦。感叹讲咱的生命好亲像草，好亲像花。我相信即回慧英姐伊特别有迄个感受哦。所以我伫视讯伫中间甲因夫妇啦吼翁婿嘛真体贴，看到家己的太太哦，生命强要无去安尼吼，生命真是稍纵即逝。所以支持他这一次来受洗哦。我感觉这个是人要了掉这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趁咱还有活的活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不要等到牧师问的时候，我告诉他了哦，我说他本来是想说要在医院受洗，我说大概我去医院受洗的人大概都出不来。明白吗？每一次我去医院受洗，就是很危急的，或者大概要临终的。哦，甚至有一次哦，我去受洗，家属要求牧师你甲洗礼啊，甚至会死啊，讲要叫我洗，我是要哪洗？
那有一个还有知觉，好，我就去了，然后问啊，在那个加护病房，然后问，大声的问，他没有办法回答。哦，你若愿意哦，你就小可无叮当一下，动一下。我问的时候刚好动一下，结果那护理人员说：“牧师，最近他的状况都是这样，时不时就抽一下这样。”所以我嘛唔知道到底是有啊无安尼哦。所以我真的很语重心长。你也活地，你会通伫遮讲，你有愿意无？你有相信无？你知道灵界在看哦。所以摩西说：“哎呀，人生短暂啊，稍纵即逝啊，生命好像大水土石流，对吧？好，还有啥？亲像花草，早起木生，早上很茂盛，夜晚黄昏就枯萎枯干。”他用人生好像一场梦哦，我想到一首台语讲人生亲像一场梦，梦醒。梦醒变成空，拢空空啊，对唔对？所以咱看伊讲，伫咱的人生，你劳碌会通食劳碌所得到的无啦？你可以劳碌，但是劳碌所得可以享受吗？就好像诗人说：“我早早保得你的恩典哦，你的丰富的恩典哦，我会当领受无？还是你早出晚归拍拼，结果咧？”梦醒变成空，所以今仔咱要透过安尼来孝受人物，就以掌管咱性命的上帝，探早来找伊，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来寻找他。第二，咱有算咱的日子无？咱咧孝顺咱的日子，我最爱迄首诗歌哦，一世人军队里哦，念伊咱的手哦，求你教示阮来孝顺阮家己日子，这是摩西做的吼，伊活几岁？伊活120岁，还感觉讲人生是真短啊咱的。所以讲人生哦，拄仔咧讲哦，祝你食120岁，免牙过来搁会受厝税哦。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来想想，我们日子如何过？过得好，过得不好，过得丰富，还是过得很悲惨？今仔日咱看咱人生是真短暂，对诗人伊所讲的真短暂，人生无常。6月16月的时阵吼，大概18日咱知影铁达尼号吧？铁达尼号已经沉落伫水底，大概差不多3810公尺，然后38公里的深啦吼。最近哦，有这个好野人有真这款是有钱人的运动有钱人的活动哦。所以有5个哦，因坐一只叫做泰坦号泰坦号讲要伫迄个中间来探索铁达尼号所以就去铁达尼号伊伫38公里深嘛，38公里3810公尺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要到伫遐，大概因差不多到2.7公里，就是2700公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们看那个大气压10公尺，你往下潜，如果潜水过了，你就知道那有压力嘛，大气压力10公尺就一个大气压力，10公尺10公尺就一个大气压力。那一般的潜水艇内底拢有迄个平衡器但是他们应该是有但是大概到2.7公里的时候据他们调查，就是你知影迄个压力安尼挤入来然后就爆炸，人瞬间就怎样没了。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的富商的父子原本是夫妇要去搭，结果这个19岁的儿子苏里曼说：“妈妈，我很想去。”结果他的妈妈就让给他，然后就完了。父子就在那个潜艇当中，连尸首都找不到，因为一旦爆炸，支离破碎所以伫遮咱看人生有好嘢，但是如何去保？就是你会通收束，
你会通领受，你会通活的，啊，佫较有意义。人讲哦，我常常伫这告别礼拜讲双脚贴坐安怎？财产某囝别人的，甲你边仔讲者呢？我们进入棺木不是双脚都并拢吗？很现实的哦。亚历山大他挖从棺材挖个洞，手伸出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是很短暂的哦，这样变成支离破碎，什么都没有。所以诗人摩西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人生短暂，如同流水，如同一场梦，如同尘土，如同花草，瞬间或者是一下子。你看潜水到大概105分钟，就1个小时45分钟，人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跟你的旁边说，不用计较太多，好不好？跟你旁边说，莫计较伤济了，人生莫计较伤济哦。咱来读这个华语的来。你像洪水一般把我们冲走，我们的生命短暂如梦。我们像早晨发芽生长的草，晨间生长，夜里。有时候夫妇如果吵架哦，我会跟他讲，是这个事情重要还是我重要？彼此提醒哦，是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你重要？人重要。如果你觉得人重要，就不会再吵下去哦。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人生就这样，大水一流，一冲无去啊啦。第二个，我们看到人的罪恶和神的愤怒。哦，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所带来的结果是死亡。”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上帝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哦。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刚才诗慧甲咱读过，对不？所以，互咱会通伫遮来了解摩西在讲起上帝的生气是安怎？我都好好甲你传好，甲你顾好好，啊，为什么你还要去拜那些牛蛇鬼神？有拜牛的吗？有拜猪的吗？特种行业的，有拜孙悟空的吗？跋筊人知不？72变。很多有拜狗的吗？你捌去18王宫买肉粽过无？其中就是拜狗，这些都是人在管理，上帝赋予人有这样的权柄在管理，那为什么人还去拜他们？就是罗马书1章18到32节所讲的，当3不嘛，不荣耀、不感谢，故意不认识上帝，人就堕落，在思想上的堕落，自以为聪明，反而成为愚拙，无知的心就昏暗。第二个是在宗教的上堕落，不以上帝为上帝，去敬拜这些牲畜或者是人的像。在道德的堕落、感情的堕落，男和男、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然后呢，道德的堕落、败坏，子杀父，父杀子，给你讨钱讨无就杀啦，对不对？集体性的堕落，我们看到最近的 Me Too 运动，或者是说一个官商勾结，我们看到集体性的。所以伫遮咱看讲，咱一生的年日是70岁呐，臃肿通到80岁，其中所经qua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劳苦重担啦。所以伊在甲咱讲哦。咱的人生有劳苦有重担，咧提醒咱就爱掠掉迄个会通到永远的，唔是短暂的吼。所以我们如何脱离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愤怒？罪的工价是死，但是神的恩典后面一句说，唔顾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白白赐予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哦，所以人在劳碌重担，你劳苦重担是毋是通伫迄中间，互你享受饱足
保得上帝的恩典。所以永远的上帝要将永远的生命来享受咱。我常常伫个别礼拜时，也是甲伫对话中间，我即回伫问道理的时阵，伫面谈时，我嘛甲在几兄伫分享啊。我讲对啊，人要生命结束，毋敢讲死，对无？讲啥？往生往哪里生？6道，哪一道？不知道。你跟孔子一样聪明，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看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刚才牧师讲的这段经文记载在哪里？如果你常常参加告别礼拜，你就会常常接收到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你去看1到6节。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内底就讲，是不？恁的心唔免背白，你们的心不要烦恼啦，不要忧愁啦。因知影耶稣要死啊，所以你看，面对死亡，我们是很哀伤的。但是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住处啊。我预备好了，才会再来接你们回天家。”很真实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劳命伤财，白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的丧葬的事情完之后，因为亲属可能不认识神，或者是他们远离神哦。说亲人，我们的姐妹托梦给他的女儿，然后列个清单，说要烧给他，其中有一个是洗衣机，很真实的。我说你那是邪灵啊，一花就是4万块，何不拿那些来奉献呢？就是因为不明白，你知道吗？我去葬仪社看，还有 SK， 落伍了 SK3， 要烧给他的亲人，你知道吗？要烧房子，3房2厅，还有仆人、司机，25000，烧一烧就没了。弟兄姐妹，烧他可以得到吗？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你不用烦恼未来，你免烦恼未来。耶稣我去甲恁备办所在住处，所以咱爱烧无？唔免啊，甲你的边仔讲唔免烧啦。所以哦，咱人爱烧掉啦。所以我们要很想清楚哦，你要烧钱还是真的要让留给后代？灵车后面载的是什么？死人啊，不是你的财宝，好不好？哦，你不像法老王啊，家人会用很多陪葬品、那珠宝，不是。好，所以我们来看哦，你怎样？我们一生用多少时间在睡觉？如果活70岁了，70岁，啊？咱后礼拜吼，第2礼拜是9点嘛，吼，甲你边讲9点哦。你知道我们如果活70岁啊，用8个小时来算，你告诉你的旁边说你用了23年在睡觉，23年啦。所以甲你的边仔讲吼，莫困伤久，以后会困足久。8点钟就莫困伤久，有的人困足久对无？叫袂起来哦。所以以后要睡很久，不要现在就睡那么多哦。所以70岁你用23年在睡觉，你知道你在工作用几年？如果你较拍拼，18年，18年。还有呢，看电视啊，现在可能看手机啊，看电视，你用多少的时间？8年啊。
你要活是要看8年哦。你知影你食饭用偌济时间？吃饭，都唔知，还是你拢无咧食？6年。哦，6年在进餐呢。啊，如果浪漫一点，一餐就是很久的时间。像我们有时候吃了，不然你来吃要紧，对吧？哦，然后呢，用几年再搭车，再开车，6年，然后再娱乐4年，4年半哦。啊，偌久的时间在破病，那重病的就不要讲了，好不好？啊，一般生病啊。跟你旁边说4年，你用偌济时间咧穿衫？有的人呢，质量唔好，可能质量唔好，啊换咧对不？用多久时间？2年。你知影你用穿衫给他穿衣服哦，这样哦，用2年的时间呢？我想想，咱无讲到上厕所。如果你一上半个小时就好了，你知道你用多少时间上厕所？坐在马桶上，你知道吗？1.5个月，1.5年啊，1年5个月啊，哦，迄若坐较久的吼，拢无法度白改安尼哦。所以哦，圣经告诉说，你用这些时间，那用多少时间在看上帝的话？有没有单独会主？如果你要得着智慧的心呢，你又要看圣经啊，真理要叫我们得着自由嘛，对不对？所罗门不是说敬畏上帝得着智慧吗？所以我们要得着智慧，我们要怎样？跟你的旁边说要读圣经好吗？啊，无迦南之声嘛，听一下好不好？每日的祷告，还有呢，稳定的聚会。这个都是让我们生命得智慧很重要的一个管道，叫我们知道生命短暂，如何把握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得到永恒。你就免开遐钱啊，烧这烧迄，满足一户500块，少少就无啊，你知道吗？如果爱玩麻将的哦，可能我要建议说，你们要加个拉密。所以弟兄姐妹，人如果不认识神，就很无知，无知的心就昏暗，你就会劳命伤残，一场丧仗下来可能上百万，749天，对不对？很真实的嘛，对不对？我问啊，其他这些，对啊，我这次来花4万，对不对？我不知道秀芬姐有没有收到了，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不信主，他的儿女就会用这种方式哦。女儿说：“如果他不要，就可以转送别人。”我说：“怎么转送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为怜悯你的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奴仆了哦。所以，真的怜悯，在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还可以自由吗？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够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使我们得智慧，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的工价是实，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永远的活命。所以今天你们领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你们就不愿去担心以后我的家里尊有好不好，有没有拜？你知道吗？刚开始一般民间信仰过世的时候，一天拜几次？我知道你们都没有被拜过，所以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一天3次啦，一天3遍。啊，对你了1年之后嘞？一天3遍，听有无？1年来一天3次，照3参拜。然后呢，1年之后，你知道儿孙呢？1年之后，1年拜3次。我其他又要禁食祷告，好吧？所以，我们去上帝那边是好的无比，所以不用烦恼灵魂所需用的。
所以感谢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能够止息他的震怒。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今天我们领受圣餐是在纪念啥？葡萄汁代表他的血，过去用牲畜流血，就你替我牺牲。然后主公咬一颗橘子，说什么？你就甘愿，你就甘愿。如果猪不甘愿呢？他会说我不要。是不是？耶稣说我愿意啊，所以他说成了，他说成了，所以因为他说为我们付上代价，成了，止息了什么？煞上帝生气啊！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在这边领受上帝的恩典哦，所以我们才可以向他求，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本来我们是要皮皮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大无惊吓，来到伊受的宝座前，为了要求求啥？也怜悯。诗人他感受到神的慈爱，虽然他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求什么？在刚才的经文说有这一些的求啊，你可以求什么？你现在可能在求什么？孩子7月好像还有考试嘛，对不对？要求智慧，不是去文昌帝君啊。然后呢，我们要求什么？求神止息对我们的愤怒，求你刷走你的受气。然后求什么？让我有安怎欢喜你的恩典。我们要饱足上帝的恩典啊！来，台语来读来，求你透早就让我享受你的慈爱。让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哇！所以你要活在上帝的荣耀内底吗？什么是上主的荣耀？就是他的丰富。好像诗人说：“你是我的牧者，使我不致缺乏。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就是救恩之路。所以活在上帝的荣耀，活在上帝荣耀内底，表示讲他是你的，他是你的护卫者，伊是你的保护者。所以最近在读诗篇，牧师在轮到我了，在预备的当中就有好多你要求智慧的祷告，你要求恩典的祷告，你要什么样的祷告？这段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从诗篇的过程当中求医治的祷告，你也当来学习，活在上帝的荣耀，荣耀就让他的丰富，让他的慈爱，让他的恩典平安都在你的当中，拢在你的中间。你要活在上帝的荣耀生命，你要活出不是你自己享受就好啊。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当志工弟兄姐妹，不要再跟他们说你是要来探志工时数的是不？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时间分享出来，鼓励他们，特别是这些社区的朋友，他们愿意，不会为了1个小时、2个小时。所以同工会来讲，某某人跟他们讲之后，我说真的，我趁公开讲不要再这样，要祝他们。哎呀，你真这样，哇，这个年纪还在学电脑，然后来当志工，跟你的旁边说很棒的这样的生命是活出上帝荣耀的生命不要计较，不要自己享受就好，唔通家己安尼我好就好啦。所以我们用我多少个无计算，如果70年活70年，你用多少时间在计较？唔知，这看你个人对不对？你要看你个人你用多少时间？如果你要细数的话，数不完，对不对？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活在神的荣耀，神就是要让你活出服事的生命。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在带人归主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神的荣耀。
神的丰富。你传福音不要怕被拒绝。你传福音，人惊，哎呦，我惊就袂啦，袂着顶啦哦。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传他不接受，那福气归谁？跟你旁边说归你自己。但是你不要说主啊，叫他不要接受，然后福气都归我，安尼好不好？哦，不要这样哦。但是福气也是会祝福你啊。哦，传福音的他们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嘛，对不对？所以兄弟姊妹，你将福气分享出去，你觉得是怎样？失去吗？失去吗？不是了，你会加倍恩典，好不好？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以弗所书第1章已经讲说，他的儿女哦，上帝早就在耶稣基督里将天上天顶哦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拢给你啊啦。所以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邀请耶稣，邀请耶稣做你性命的救主，然后透过耶稣，他是你的主，他会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你。阿们吗？所以你看，直到永远哦，不是短暂。我面对短暂，所以人生的短暂是因为出生入死啊。所以咱对出死迄天安怎，就是在等死，迈向死亡。但是因为你有耶稣，你敬畏上帝，你知道在基督里面有永生，有永活，信子的人有永生，对不？神爱世人，相约永恒，对不对？所以你有地位看圣经，所以为什么要看圣经啊？让你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是有什么福分。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要赐给他们权柄。什么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是公主，你是王子，你是上帝的王子跟公主。所以你要享受的是属天的，不是只有属地的。所以当你敬畏得智慧，你好好的敬畏敬拜11奉献。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面谈的弟兄姐妹，我一定会跟他分享11奉献。为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可以试他。你给他试看卖啊，上帝不是这款考题哦，你可以试看看。不是讲你让你给他试看卖，要在指责上面人哦。只有这一个可以试说，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的府库，倾福于你，让你无处可容。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包括牧师、儿子，我也吩咐他们，我说：阿嬷，我18岁开始，阿嬷怎么样吩咐我，好好的遵守。神让我们一无所缺，不是一无所有，不是一无所有哦。如果你要赚取劳碌所得，我告诉你一个秘诀：11奉献是让你蒙福的秘诀。加上《申命记》28章、《申命记》28章第1节到14节，你好好祷告，祷告很有用。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在团面盆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各方面，上帝都透过那一段经文在告诉你说，你可以蒙福，你也能得到福气哦。你试看看。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你可以做这样祷告，在你的生意上，神被祝福。申命记、申命记28章，来说一遍。申命记28章1到14节，你去看，你若留意听从、谨守遵行，好。然后以下的福要追随你哦，不是你去追。然后你第一次你宣告过，第二次呢，你改成什么？我若留意听从、谨守遵行。第三次呢，把你的名字伯鸿若怎样怎样，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去试看看，这是我以前一个美国的会友哦，他白手起家，他到
美国才信主，然后传福音。他做女的鞋子，我讲过，女的鞋子他都回来台湾订，都回来台湾订了，你看他的产品产品行销30-40个国家。然后牧师，你有机会来美国，我接待你他的公司，他早晨一定这样带员工来领袖。他是鹿港人你知道鹿港鹿港人是在要拢作这这偶像。后来他父母也在以前我的教会信主了，带他们受洗他自己见证神怎样透过这一段的经文祷告来祝福他，来赐福他。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吗？你有欢喜要活在上帝恩典头前的，你爱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伊若不是你的主，要怎赐予你？所以我们要来读一下来，我要什么呀？我要敬畏上主，好好的敬拜他。什么人讲基督徒无在拜祖先？每个礼拜都在拜那个生命的源头，不是吗？阿伯拉罕来做，所以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敬拜他。我们不再用像旧约的牲畜，我们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第二个，我愿活，你才能够脱离这样的短暂的人生，没有盼望的人生。你会当脱离，你知道吗？是因为耶稣基督。好，你知影，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所以原来我们可以因为他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不是往生，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是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站立，好吧？求主来教示咱孝顺家己的日子。求你教示阮孝顺家己的日子，互阮对着智慧的心，因为地你看千年亲像过十年，搁亲像滚日子。愿一生破口，只有落苦甲忧愁，经经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主爱充满我，互阮一世人欢一生要阮对你，幸无你，甲你徛起，愿一生看到只有落苦甲忧愁，经经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灵命，愿你的眼光恩明，求你教示。在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日子是过得有盼望、有价值吗？因为对你看千年，亲像过十年，搁亲像困日子。愿一生看口，只有落苦甲忧愁，经经过去无留啥物。
军队里，阮的心献上予你，阮一生要军队里，因无你，甲你行行，阮一生歌到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什么，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眼光，求你的美妙。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眼光的面。一起来祷告，这位记得，求主教导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可以数算我们年日。我们刚刚听到好多这些，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睡觉，在吃，在食衣住行，但是我们用多少时间看上帝你的真理的话，与你有这样的交通连结，赐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智慧。用更较多时间，早起时，阮来敬拜学乐，来读上帝的话，真理要互阮得到自由，真理要叫我们的心面对劳苦重担、愁烦。原来你的话是生命的亮光，原来你的话里面带有喜乐，带有盼望。主啊，我们呼求你，在这艰难的世代。在这病痛缠身的时代，只叫我们知道如何过日子，让我们知道活出在你的慈爱里面，活出在你的荣耀里面。谢谢耶稣，让我们趁着还有生命的气息，互阮还阁有气息的时，阮会通伫遮来祈求你，来邀请你做阮生命的主。阮无等阮较用的，什么时阵是较用？就是阮生命结束的时。求你帮助阮有智慧来敲碎、来抓掉。愿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慈爱里面，恩典满满之中。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我们要来唱圣诗圣诗354首，第一节到第四节啊，第一节、第四节，咱坐在吟做的吟唱圣诗354首。我们要请要洗礼的两位来到前面。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要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的。”所以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我今日也要对你们如此说：你们必须清楚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免的记号和印证，又要表明你们从圣灵来重生，而与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站在众人、跟上帝、跟灵界的面前，回答牧师所问的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不相信？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如此愿意遵行？愿不愿意？我们请那个桂英姐先来，跪在这里啊，跪着，像跪着。黄桂英，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祝福你，让你归于基督，领受永恒的赐福。神要透过你的恩赐语言，能够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也因着你成为家族领受恩典的管道，祝福让他们也能够同得福音的救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起来，回到原位。黄彦腾，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祝福你领受属天的智慧。你要成为这世代年轻人的榜样，你成为你家族进入神恩典出手的果子。也愿你的身心灵健壮，让你所建立的家庭都能够保得上帝满满的恩典，靠耶稣的名，阿们。愿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救恩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谢谢主，让贵英姐妹、燕腾弟兄，他们相信、接受，邀请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掌管、来赐福。愿你的恩典充满，也透过他们活出神你荣耀。愿他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见证神你是使人出死入生的神，你是让他们能够脱离劳苦重担的神，赐福他们，也因着他们来祝福他们的家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来，请向后转，我们请我们的小会员来接纳，来接纳。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黄燕腾10月7号要在教会结婚，阿喜，来，思雨，这个是义愤兄的女儿是美会长老邱仁弟兄的孙女我们拍手来欢迎来，亲人虽然还未结婚，总是拢嘛徛起来会未来丈人呢伫后壁场咧翕相好，那我们来这个属灵伙伴，好吧？来，桂英姐来桂兰姐来。好，我们时间有限他说是很高兴很高兴他的姐姐受洗了哇所以你看活在神荣耀的服事里面都有福气了志工好，快点，赶快送因为好 ，OK， 好，哇，感谢主，小组那个客袂起甲倒客啦，好 ，OK， 好。
好，好，OK， 好，那个现在不照相，等一下我们会后才照相，好不好？哦，好。如果还有礼物，就送到我的办公室哈。好，那个燕腾和魏达，来魏达。会。口罩，威达口罩，腾口罩。好，那有礼物吗？哦，哦，这包会通买较济物件。哇，所以参加小组的好处哦，就是安尼啦哦，哎。好，那个会后再照，OK， 会后再照，不要破坏规矩，好，我们再一次来祝福他们，请回座啊，请回座，好，请回座。哦，带着，所以刚才经文说保得上帝的恩典哦，就是这样的哦。我们来唱圣诗，唱圣诗356首，唱第1节、第4节，坐在吟哦，做着吟唱。我们要一起来预备领受主的圣餐。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地的教会陪餐者，会当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坚信，你暂时不要接受。如果你已经受洗了，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咱要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做伙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荣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今仔着无担重台，会当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咬喙搭翕目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着饱足。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个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主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着恁拍破，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因为你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等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客饼，又拿饼起来祝谢，咱只会来祈祷，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着阮拍破你的宝体，互阮靠着你得到永活的福气。愿主赐阮，互这得到你救恩的人，会通伫遮来活出上帝你荣耀的福势，会通活伫上帝你荣耀的祝福内底，活在你荣耀的恩典赐福，活出你的美好。谢谢主。愿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也一起来活出服侍的恩典。谢谢主，靠着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借着饼跟杯，再一次兴起我们，兴起更多领袖，能够愿意摆上献身，当作活祭来服侍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小会员来服侍，小会员来服侍。主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饱足。”如果你领受了饼跟杯，你就祷告：“主啊，你为我付出代价、牺牲、流出宝血，让我重新得力，活出盼望，医治我。”你可以宣告，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信的人有神迹奇事要对应。这位主是你的主，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是你幸福的源头。所以领受了饼跟杯，你就祷告吧：主啊，赐给我力量，赐给我丰盛，赐给我慈爱，赐给我医治。赐给我喜乐，赐给我平安，凡事都可以向他求。大大小事、心事，拢会使甲讲，拢会使对伊来讨。最好朋友就是耶稣，要担当你的罪过甲烦恼。咱要真最有福气的人，万事拢来对伊讨。真正咱有福气。心肝常常失落平安，斗斗挂入艰苦的事嘛，咱有福气，因为拢会使对伊来讨。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凡事大小的事，你都可以向他倾诉。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得，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他的死，直到他来。不知道你已经受洗、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还没有拿到这个饼跟杯的吗？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
果还没有拿到，稍微举手一下啊。求上帝的圣灵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哦。如果还没有受洗的，你知道耶稣爱你，耶稣疼你啊，伊愿意将这个宝贵的福气要赏赐给你。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还可以回应的时候，快跑来跟随他。盼咱也有生命有气息的心来接受伊，这做你生命的救主。所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这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主的过我，直到伊过来。唔知影阁有洗礼兄弟姊妹还未摕到这个饼甲杯的无？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以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特别食、特别啉的时，咱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一起来领受。你吃完，请把那个垃圾还有杯子传到旁边啊。我们第一个座位有垃圾袋。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同在，愿伊所享受的平安要临到伫咱。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做来祈祷。主，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主你的荣耀恩典里面，也让我们有机会活着的时候领受你的救恩，让我们短暂的人生可以直到永恒的人生。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也能够成为你施恩的管道。感谢主，让阮伫这领受救恩恩典，阮看见上帝你的丰富，伫耶稣基督要将迄款的人做袂到的，上帝你为咱开路。愿主所，让阮每一天活出上帝你丰富的生命甲价值，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